標竿人生第16天，最重要的事。無論我說什麼、信什麼或做什麼，若沒有愛，我便一無所有。哥林多前書第13章第3節。生命全關乎愛，因為神是愛，所以神最盼望我哋喺世上學習嘅功課就係點樣去愛。當我哋去愛嘅時候，就最似神㗎喇。所以神俾我哋所有命令嘅根基就係一句說話：愛人如己。學習唔自私咁樣去愛，唔係一件容易嘅事，因為咁樣違反咗我哋自我中心嘅本性，所以需要我哋窮一生之力去學習。神要我哋愛每一個人，但係佢特別要我哋愛神家裏嘅人。呢一個係我哋人生嘅第2個目的。點解神堅持我哋要特別關愛其他嘅信徒呢？因為神盼望佢嘅屋企以愛見稱。耶穌話：我哋能夠俾到世界最好嘅見證，唔係我哋信仰嘅教條啊，而係我哋彼此相愛。所以神要我哋同其他信徒經常緊密咁樣交往，你都學習愛嘅技巧。如果你同人疏離嘅話，你永遠冇辦法學習愛。你必須要處於人際當中，甚至係同一啲令人厭煩、唔完美、令人沮喪嘅人相處，你先至能夠學會呢一種技巧。第一，愛應該係你生命當中排名最優先嘅。愛唔係你生命中好好嘅嗰一部分，而係最重要嘅部分。第二，生命冇愛嘅話就冇價值。我哋往往會將人與人之間嘅關係當作可有可無。忙碌就係我哋關係最大嘅敵人。我哋嘅生活常常會被生計、工作、賬單、目標排到滿晒咁樣，好似呢一啲事情先至係人生嘅重點。但係其實人生嘅重點係要學習去愛啊，愛神同埋愛人。係咁嘅話，點解我哋往往仲會允許我哋嘅關係被呢啲嘢所犧牲呢？我曾經陪伴過好多人度過佢哋生命嘅最後一刻。當呢啲人面臨住生命嘅終結時，我從來冇聽過一個人話：請你幫我攞我嘅證書嚟啊，我想再望多佢一眼啊。或者話：唔該，你幫我攞我從前攞過嘅獎狀、金牌、金手錶俾我。佢哋冇咁講過。因為當生命即將終結，人所要嘅唔係俾一啲嘢所包圍，而係俾人包圍，俾我哋所愛嘅人同我哋所有關係嘅人包圍。喺人生嘅最後一刻，我哋都會了解，關係先至係人生命嘅全部。盡快學識呢一個真理嘅人就係智者。千祈唔好等到臨終嘅時候先至明白關係係最重要嘅。所以今日我哋撫心自問，你同人與人之間嘅關係係咪你生命中最重要嘅事呢？你又有冇確保佢喺你人生當中嘅優先地位呢？